原來手掂到雲霧，竟然可以如此接近，呢種體驗真係一流。前幾日我嚟到呢個呼嚕冷啱嘅白象山，參加一場禪修打坐。如今要揾到一座遠離城市、空氣清新、寧靜安穩嘅打坐之地，實屬難得。好多人喺打坐嘅時候，或者念佛誦經持咒，時常妄想紛飛，亦唔知道如何點樣去應對。每次你專注嘅時候，唔到10秒又會打回原形。其實呢個先係正常。喺呢度教導你幾個方法，幫助我哋面對呢啲咁樣嘅情況。導師所傳嘅法門屬於禪宗，源自古老嘅傳承。從宋朝嘅時代就可以睇到體華參禪嘅一脈，其源流自追潮到可以讀到達摩祖師嘅年代。呢個地方特別之處唔在於教你得到啲乜嘢，反而引導你去失去一啲嘢。失去啲咩呢？我執、我慢、妄想。禪堂中見到個碌竹，我哋叫香板啊，每次睇到嘅時候我忍唔住，老師會唔會一碌嘔落去呢？上一屆冇機會睇到佢用，今屆我睇到佢用啦，仲以為佢嘔落去添。有緣自己嚟呢度體驗，因為有啲嘢呢係冇辦法可以響度解釋俾你哋聽噶。